喺尺度設計 （range design） 嘅設計邏輯入面，每一個空間唔單止單單視覺體驗，更重要係兼顧使用者嘅感受同意見。我哋用精準嘅數據，結合專業分析、經驗與美感，定義以人為本嘅極致尺度。20年的設計經驗，同時作為獲得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 RIBA 認可嘅事務所，我哋由建築設計起家，我哋將掌控大規模建築設計、規劃同環境標準嘅嚴謹思維，全方位延伸，導入到室內設計領域，提升商業空間標準。我哋作品涉及各類型辦公空間、商場、商鋪、餐飲食肆。我哋嘅目的係利用設計的角度，幫助改善企業形象、商業引流，提升商業空間的實際價值。專業設計帶入校園，升級教育空間。作為校園空間策略師，我哋喺每一個設計上深入研究老師同學生嘅使用體驗、行為、動線與安全防護，已經為超過50間教育機構同 NGO 打造全新嘅教育空間。我哋目標係塑造比客戶多諗一層嘅未來學習生態圈。喺每一個設計 project 開始前，我哋會花時間同客戶好好溝通，因應客人嘅喜好、要求、空間使用模式去開始工作，同每一位客人喺預算成本上把關，以及未來使用上可能會發生的任何情況，做好最完整嘅結構性推演。從建築設計、商業空間、教育服務到社會企業，至今成功交付超過100個跨領域作品，以數據與實力講話，完美平衡時間、成本同最高起貨質素。即刻聯絡赤道設計 Range Design，一齊規劃未來。